来，乡亲继续要来讲这个三倍券，嘛会当摕来添洋香。婚林西里复兴宫徛300多年了，最近整修需要经费1亿，有袂少的善男信女直接就寄付着三倍券，加上点灯甲添洋香，5天就收到1万块的三倍券。另外，台中有袂少的民众用三倍券去买威力彩。 当地捌开过头彩30亿的彩券行公，敢若昨暝一暝就收到4万块的三倍券。用三倍券买连共46期的威力彩，希望讲将3倍变更较1倍。我想说，做好手续，3倍变成，这样算几倍好？我要中28亿耶！说试试看运气。捌开过上街头奖30亿的彩券行，人口够济，头家娘统计，敢若昨暝就收到4万块的三倍券。这个就是10个客人里面有几个会用这些？3个左右，3成的。有人摕来试手气，有人是摕来保平安。有人7月要普渡的。 有人摕去婚礼的复兴宫纳中原普渡的钱，有人摕来添洋香。庙方嘛推出注文点灯优惠，用3倍券会使现省100块。 只要200块的真金券就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会不会吸引你？蛮吸引。庙方讲，嘛民众知影，这间庙最近要整建需要经费，直接捐3倍券，统计5天来总共收到1万几块的三倍券。